你好，我係鄧強興。我同太太喺2026年5月8號坐火車由米蘭前往威尼斯島外面嘅小鎮住宿，一晚嘅酒店都要200幾蚊加幣。若果喺威尼斯水鄉裏面嘅酒店更加係雙倍價錢啊！喺嗰個小鎮，我哋遊覽咗世界嘅遺產一間嘅別墅，叫做馬爾孔騰塔別墅。好多皇親國戚嘅名人都喺呢度住過嘅。喺嗰度順便練習下航拍機操作，因為要準備明天大日子威尼斯水鄉遊啊！當晚享用到一種嘅叫做阿佩羅雞尾酒 （Aperol Spritz） 呢種嘅橙色嘅雞尾酒被稱為係意大利嘅國民飲料。喺威尼斯呢個嘅區嘅意大利人每晚都會享用呢一種嘅飲品嘅，味道點樣？係苦苦地。